Just 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30号，公元2018年12月7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桑伽市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呼吁联合国气候大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行动。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罗桑桑格等致函哀悼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辞世。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在澳洲议会举办感恩澳大利亚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12月3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印度青年佛教协会的邀请，在印度北方邦佛教圣地桑伽市地区为印度为主的各国佛教信众传授佛法。12月3号至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方邦的佛教圣地桑伽市地区，向超过15000名以印度为主的各国信徒讲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等妙法。达赖喇嘛尊者在弘法活动上指出，人类天生具有慈悲利他之心。通过学习古印度智慧，人们可以处理和消除负面情绪。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在倡导非暴力和世俗论理。此外，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是多元性的，而世俗论理也尊重非宗教信仰者。这是建设和平与和谐的关键。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印度的青年一代可以通过复兴古印度智慧，为世界带来变革，并称赞了印度在宗教和谐方面为世界做出的典范。12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桑伽市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的第2天，呼吁各方信众培养慈悲利他等内在价值观。尊者在法会上表示，有些人认为慈悲与利他的行为只与宗教有关，如果他们对宗教不感兴趣，就会忽视这些内在价值观。但是慈悲与利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尊者还指出，当一个人受到慈悲利他等内在价值观的激励时，他的行为将便使很多人受益。基于这一逻辑，人们可以运用慈悲与利他的力量去利益更多的人，这不是否信仰宗教或上帝的问题。尊者补充道，我们都希望离苦得乐。当我们拥有这些内在价值观时，你就不会去伤害他人。因此，基于这些正面的价值观来培养和训练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于11月30号在美国休斯顿的家里不幸辞世，享年94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随即向他的家人致函，表达了慰问和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乔治 ·W· 布什的调研信中表示，我对你父亲乔治 ·H·W· 布什的逝世感到难过。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乔治 ·H·W· 布什是我有幸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对他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和支持深受感动。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94年，实在令人钦佩。虽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失去父亲的痛苦，但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他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公共服务。在此，我赞扬你的父母鼓励他们的孩子为大众的服务而献身的精神。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吊唁信中写道，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是第一位接见达赖喇嘛尊者的美国前总统，因此他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91年4月，在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历史性的会晤后，他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表达了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间进行对话。
司政还表示，乔治 ·H.W. 布什为美国人民服务了40多年。世界各地的藏人同美国人民一样，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巨大的损失。我们将在思想和祈祷中永远铭记他。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在调研中称赞了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对美国的发展，以及在退休后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活动所付出的贡献。议长表示，逝者乔治 ·H.W. 布什是第一位会晤达赖喇嘛尊者的美国总统。他不仅关注和支持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并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间进行对话。我们对此感激不尽，并将永远铭记于心。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致函在波兰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呼吁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严肃的变革行动，共同找出应对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的各国领导人的信函中写道：作为一个出生在世界屋脊的藏人，西藏是亚洲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最高山峰所在地。我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并将环境保护作为我生命中3大使命之一。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倡导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尽管当今世界在科技领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我们也制造了许多问题。专家告诉我们，人类要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负责。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有责任减少我们造成的环境问题，并最终消除它们。尊者最后呼吁，气候变化不仅仅是1-2个国家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全人类和地球上每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美丽的星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如果由于全球变暖或其他环境问题造成地球无法自我维持，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星球供我们宜居了。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严肃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环境，并共同找出应对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此外，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于上周五在参访达兰萨拉期间，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并与尊者一同谈到有关藏传佛教与世俗伦理的发展等方面的话题。11月30日，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阿列克谢尔·阿尔洛夫在印北达兰萨拉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谈到了有关西藏和卡尔梅克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两者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尊者在会晤期间强调，在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有不少的佛教徒，建议他们应该做21世纪合格佛教徒，并要通过逻辑如理实践佛陀教义，这极为重要。总统阿列克谢尔·阿尔洛夫向尊者提到了12月2号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新年，并向尊者致以问候。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主办的感恩澳大利亚活动于本周三12月5号在澳大利亚议会中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与特邀嘉宾澳大利亚土著健康部长等政要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发表讲话时提到了在流亡60年的岁月中，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并强调即使藏人在流亡60年后，西藏人民仍然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等全球社会的支持。司政罗桑桑格还赞扬澳大利亚向藏人和西藏自由事业提供的支持和援助，例如澳大利亚议会长期讨论西藏问题，并发表2200份关于支持西藏的声明，以及澳大利亚接纳西藏前政治犯移民等。特邀嘉宾土著健康部长肯怀亚特在致辞时谈到了藏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相似的情况。
并指出这种亲和力自然会引起他对西藏人民的强烈支持。他理解西藏人民为了维护文化和身份而进行的斗争，并强调他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将持续下去。其他相续发言的议员们共同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并强调支持西藏是基于对真理和正义等价值观的信念。与此同时，在感恩澳大利亚活动上，司政洛桑桑格还向肯怀亚特部长赠送了感恩澳大利亚纪念品。随后，澳大利亚藏人社区成员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